仲想唔想知多啲可以食啲乜嘢幫助你生多啲頭髮？不如我而家話俾你聽啦。如果你平時會自己煮飯嘅話，試下唔好淨係煮白米啊，可以加埋紅米或者紫米一齊煮，一齊食，吸收個營養會好好多㗎。喂，有問題！啲人話咧食生蠔對男仔生頭髮有幫助㗎喎，係咪真㗎？生蠔梗係有用啦，但係食嘅時候記得要擠埋新鮮嘅檸檬汁入去一齊食，咁先可以吸收到生蠔入面嘅營養㗎。哇！呢個資訊好重要喎，一定要 share 埋俾啲 friend 啊！舉多個例子啊，有啲人以為自己追求緊健康，煮嘢食嘅時候連一滴油都唔落，乜都白烚，咁佢就會令到自己身體吸收唔到一啲脂溶性嘅維他命，咁食袋等於冇食，頭髮就梗係會甩啦。咁如果天生就冇乜頭髮，咁係咪冇得救呢？唔好自己嚇自己啦，有需要嘅話，快啲預約免費嘅頭皮檢測啦！真正嘅專業，真正幫到你。我係你嘅髮療師 Shelly，下次見。